中国、土耳其关切维吾尔将伤害双方经济关系。中国新任驻土耳其大使邓丽今天警告说，中国公司正寻求投资土耳其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庞大计划。如果土耳其继续批评北京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方式，土耳其可能要承受破坏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风险。邓丽对路透社表示，朋友之间难免有不同看法或误解，但我们应该通过对话来解决。到处公开批评你的朋友并非建设性的方式。如果你选择非建设性的途径，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互信和了解，并将会反映在商业和经济关系上。孔子学院将被关闭，加拿大政府计划关闭新布伦瑞克省的孔子学院。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学生们抱怨说，在课堂上只教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根据这一点，政府官员说，他们决定在6月结束该项目，以尊重学术自由。土耳其各地举行东突厥斯坦活动。土耳其民族学生协会凯塞利分支举办了以东突厥斯坦在自己的家园受到虐待和歧视为题的会议。会议上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历史和中国在该地区的迫害政策。此外，东突厥斯坦理事会主席图姆托尔克作为嘉宾出席了特克丹学院学生组织的以“一个师傅签名学徒”为题的活动，并发表讲话。印巴冲突急速升温，印度实际控制的可什米尔地区印军和反对者之间发生冲突，导致2名警察和2名士兵死亡。与此同时，巴基斯坦证实穆罕默德军的创始者和头号马苏德·阿兹哈尔目前就在巴境内。该组织此前曾宣布对印度北部查谟可什米尔邦军方撤退的恐怖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回答是建议新德里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个团伙与恐怖主义袭击有关联。扎利夫嘲讽特朗普对朝鲜首脑会议的失败。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扎利夫星期五嘲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关于朝鲜无核化峰会的崩溃，发誓华盛顿不会得到比去年推出的更好的伊朗核协议。特朗普总统现在应该意识到，台地拍照和人字拖不能实现严肃的外交。扎利夫在推特上说。